民怨極大，40萬人上街。今年40萬人操上街，講個數啊，都嚇親中央啦。不過有冇諗過點解要行出嚟先？咁冇錯，香港人一直以嚟我哋強調嘅社會呢係一個相對自由嘅社會，但係我哋嘅政治權利呢，近呢幾年呢係得唔到太多嘅進步喎。07年話普選啦，12又話普選啦，搞到而家2017先正話雙普選，但係究竟到時會係咩情況呢？大家都唔清楚。仲有話阿前度臨走之前又被踢爆貪，香港乜面都俾佢丟晒啦。胡主席，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，聽得到嗎？聽得到嗎？我哋嘅天職問問題都被失蹤，無法無天嘅程度同強國公安一模一樣。香港喺國際新聞自由排名榜咧係由30幾名跌到50幾名嘅。除咗咁之外咧，亦都有好多新聞界工作者會話咧，而家嚟講咧，警方對佢嘅打壓嚴重咗好多，同埋政府有陣時咧都會嘗試咧影響新聞自由嘅編採方針嘅。咪以為唔關你事啊！人權、自由、法治，大本基本法講明保障噶嘛。而家放飛機啦，知道埋呢3位仁兄嘅遭遇，加埋平反6四壇嘢，23年啦。就算係咁用錢塞住部分人嘅口，大部分人依然係心寒心痛咧。講開錢，又講翻啲數字啊！雖然我哋前年人均生產總值全世界排第6，但係堅尼係數係發達國家同地區中最高㗎，所以民怨大，咪多人上街咯。但係最大問題咧，就業率相當高之中咧，高收入同低收入嘅差距咧係可以相差成40倍嘅。始終嚟講咧，我哋社會而家嚟講咧，中層嘅職位咧已經越嚟越少嘅。一係你就賺好多錢，一係你係處於草根階層之中。講咗好耐嘅最高工時仲未有。唔知幾時開始返工 OT 係必然㗎，最慘係冇補水啊嘛！遇着個唔好嘅老細，當正自己係 DJ， 係咁出嚟，真係嗚呼哀哉啦！查實蝸牛們都只係想揾翻個殼啫。嗱，草根階層還可以好啲，因為佢仲可以申請輪候公屋，雖然時間長，但係都有上樓嘅機會。但係去到中產以上呢，基本上中產階級同而家嘅樓宇及樓宇嘅價格同佢嘅購買力呢，已經係完全脫咗一截㗎。地產霸權踢唔走，政府又愛理不理咁，加埋其他林林總總嘅問題，咪造就咗今次40萬人咯。